讲伫山区运动活动，因为疫情影响，真诶乡亲爱伫比较旷快一寡山林跟山区伫遐爬山也是运动，所以讲呢，接触到即个乌熊，但乌熊诶情形可能会愈来愈多。有关除了做即个教学影片，加乡亲讲，你若拄着单乌熊要安怎？啊，趣味是讲，即影片中有讲着讲，你乌熊毋若走诶速度会使到时速30公里，同时佫真够爬树啊，加上呢，伊片啊真好，所以讲一般民众认为讲，若讲即个拄着乌熊会使爬树啊，也是禁开，安尼就无代志。其实这拢无路用，上界正确方法是点点啊离开。树林内底熊熊有一寸闹洞，详细看有一个乌影，互翕相的人赶紧停落来，因为这是一只台湾乌熊。就是翻过一个山头的时候，他跟我在那边吃东西，然后看到我们就赶紧跑走。不少民众开始去较快山林，所以有看到或者是接触到台湾乌熊的状况愈来愈多。不过民众常常有错误的观念，瞄准爬树啊，或者是假死会使避开乌熊，有关处都做教学影片来培会。它可是杂食性的动物，意思就是什么都吃，当然也包含尸体啊。所以装死是刚好 GG 而已啦。爬树啊，假死拢袂使，暂时莫喘开咧。拥有绝佳的嗅觉，还没看见您就能闻到您，所以憋住气，当然行不通啊。爬树啊，假死拢袂使嘛，走袂过乌熊，安尼到底安怎？让他忍住想要尖叫、狂奔的心情啊！安静、迅速的离开现场就好。其实野生动物也是很怕人的，它听到这个声音，它其实就会离开你。在山屋或者是在步道上碰到黑熊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可以使用这个防熊喷雾。影片当中嘛，提醒民众爱甲喷或者是食物是偌好，避免引起乌熊来找食的。另外，上好是莫带宠物上山，避免引起熊的攻击行为。因为影片真生动活泼，阁真有教育意义，嘛提到今年内政部自制所谓教材的收奖。